我中意飲咖啡又驚牙齒變黃，用美白牙膏又驚傷害珐琅質。好彩有 Bionic 珐琅補充美白牙膏，佢有20%白色仿天然珐琅質微粒，填補牙齒嘅微細瑕疵，同時形成換白保護層。等我做個實驗先，將 Bionic 美白牙膏。如果你想解決焦慮或者抑鬱嘅問題咧，第一件事你必須要分辨到佢哋嘅分別係啲乜先。抑鬱咧就係我哋會有意無意帶住一啲咧曾經發生咗嘅事情，可能係好後悔、好懊悔嘅事情，去鞭打緊自己。喺呢個過程入邊咧，非常之痛苦。
Go out.